侬这黄毛毛，不该骂我10年牢，杀脱毛毛没啥个大不了，我就赔侬一只头上毛。我这不是头上毛，根本你上毛，也不是你上毛，单层毛，不是当层毛，根本上层毛，也不是上层毛，鬼狐毛，啥是鬼狐毛啦？难道会变金丝毛？侬猜得对，猜得妙，一点不出金丝我搿只金丝毛，一眼里会得干净掉，我夜到会得通元宝，惠州朝凤吹公宝，通电环顾3000条铜锭我分马了，还是我这毛毛好，侬今朝发赔我铜锭3000条。哎呀，我坚决不该到那屋里来个你记挂掉这毛毛再杀，现在要被3000条铜锭，侬去赔一起，侬去赔一起。毛毛不是我斩杀的，是张师傅斩杀的啦。侬刚刚是真我？真我？那搿日张师傅到俺屋里来哭洞，三师傅在黄毛毛掏钱跟行响，把张师傅那个一斧头斩杀去了。我啦是帮伊去管管掉的啦。哦，根本能报进去。30多个只毛毛，倒真帮得我个忙个。那这老鬼报进去，啥不多出来噻？30多，来，要侬赔毛毛。好个，发赔我毛毛，我发康熙个。好个。30多，我倒真有桩事体要请侬帮忙。哎呦，像侬12天王家的人，我有事体到我商量。事体是假的，我想讨九斤姑娘走。要是伊肯做我的三房媳妇，我就不侬10两银子，相母嘛报了我个身浪下，10两银子，根本加侬5两，加上相母起码嘛30两，30两，30两，是30两，都来等动，侬等动。东对不打西对，总要杀不打来。像是你的王家的人，幸福有一铜锭嘛，要得一个吧。30多，我先不侬10两银子。此人照书不行，一言为定。真要我咋啦两步到把侬拖到去进那咯。个铃咯，铃咯。我只要逃到九斤牢，3百亩田地都包了，鸡瓜掉前面小木套，10年牢后面去做何事这要铜锭银子都没拿你不上胃口啊！呀，不追不到，一追就到。哎呀天啊地呀，那个黑爹哎，那个张天波啦！小辣子，侬快结果，我搿只毛毛不是3块了斩杀个，是张天波斩杀的啦！我也没讲是张师傅斩杀的咯，外头叽叽喳喳啥人啊？
什么？清早起来办么么嘢，李黄么么，一家都问为问好么？有理为的干净掉么？牙包为的土元包，会吹草风起鼓包么？东店万古3000条，农经早不被我东店3000条，我院里高府里高，员官衙门上伯伯，员官太太我相好，你都亲亲我一我的侬落队虎前朗朗叫，一根链条经上套，土到公当是屁股靠，一家推了侬手干咯，手得侬头上擦清楚，手得侬屁股烂骨条，头劳动那个3000多，有得动牙店侬啊5人包。我杀头是只头着毛，下里为边境是毛。我是手里做肚皮下包，成功多年的苦东郎。虽是我里苦东加上刚做饭，我连我阿暖拼拼凑凑都卖掉，铜钿分成3000条。侬今朝背不出铜钿3000条，我动侬的府台衙门去开呀！晓得了，我是养了个这嬷嬷了，把个张古董杀个一刀，干死在了。30步，那外头难看吗？到里头去讲，到里头去讲。哎呀，张师傅啊，侬啊真是手里不上眼睛。几挂条家的人，侬弄得一个啊？是的呀，我啦是诚心诚意个，只要侬个阿囡配拨我做第3房媳妇，几挂条个铜钿我来担待。阿囡个事体要问我阿囡自家的呀。那，侬这老糊涂啊，真是单丝合同，切不通了。那想是你的王家的人家呢，乃至今世的龙做不到的呀。哦，侬不得了，搿什么办法呢？吃官司吃！三师傅啊，侬老阿爹到哪里去啊？吃官司去！阿爹为啥法？问阿爹自家。阿爹，做啥？阿囡，我那只毛毛暂时不伊晓得嘞，要我背3000条铜钿，我背不出，让我吃官司去了。哟，这几挂条的厉害个，那么12点王来做啥呢？有了3000条铜钿由伊来办，就是要侬把伊拉做第3房媳妇。几挂条上门做岗，12点王来做何事啦？一册条件有一条，就是要讨我究竟啊，其中一定有蹊跷。这张相貌真好，侬一不过，你是莫不过就为了，当不过就为到，弄着破衣反不好，弄快我来教训个张奇瓜雕。究竟姑娘，侬放心，我都30步刚好在30步啊，侬先回去3000条铜钿，问我来买。好个买。12点王，搿真要谢谢侬个好意嘞！不客气。搿侬手机给我，手机给我。好个。30步啊，俺们大家前领后说，日日要见面个，搿个大吵大闹嘛，像啥个样子呢？那人家来了讲，真理嘛只有一条，枉理嘛有17、8条，俺们有理讲理，30步来，坐我来讲，坐我来讲，来。哎呀，到底是究竟姑娘啦，搿讲个闲话是有道有理个。要是啥人讨厌做媳妇嘛，
师傅啊，是不是阿爹都弄着毛毛都来杀掉了？哎呀，是呀，我是几年来的心血养这个宝宝啦，把那阿爹杀个一刀，真实在了。三师傅啊，毛毛嘛总要陪侬个，跟侬讲那个东西嘛，还要收收清的。那我讲过他收东西了，那有你那女婿来做客，侬没啥不要吃，我屋里想哭的去这黄毛啊，有不有啊？哦，有个，哦哟，一斤都暗暗送牙，侬看好了，看不完了。那么还有只对，对了啦，还不能好嘞。那么还有光秤呢？哦，一根短钢秤啊！哦哟，真啊发真，搿三花都看不出个了。那当懂了，50斤嘛一敲，100斤嘛还一敲，关掉嘞。那么还有不好铲呢？哦，一把破铲啊！哦哟，不好用在啦。那搿年一个碗汤哦，嘟噜噜噜走过来，那一碗汤吃掉嘞。那么我有不饼呢？饼都烧火烧掉了呀！烧火烧掉了，烧掉嘞！哎呀，三师傅啊，不样东西倒不要紧哦，搿把饼我是一定要还个。搿我还侬只新个好嘞。搿侬还我啥个字啊？人三字，不是三字，但是不是单字？早亲事，不是早亲事。那这样法事，那样法事，难道外边说不丢？谁道争谁道，一时不出是说不丢。上贼下贼，说不丢。侬哈里来个？哈里来个？我个祖母为妻早，条条担子向我跑，从16追到月上朝，同月亮无期相好，送来一根说不掉，东唱西唱唱不老，唱了好强兵了。刚好一把枪修成刀，我枪夺来一几块，一窝青丝变我玩，我枪夺来一几勺，一窝萝卜为边肉，我枪夺来一几段，一碗青丝变玩具，我枪夺来一记枪，枪是半对年是样。火哈酱，垃圾啦喇叭响，着急着啊着肚胀，望着你去不算账，一路路是脆凉凉，萝卜与那咸菜光啊，加一碗没千张，我枪夺来炒一炒，一张也是7分两，7分了。我生活自家讨，就是弄着烧不掉，还吃不来我这金丝毛。萝卜枪是上上，回走草棚去古堡，通天万古6千条动地我分马条，陪侬一扎金丝毛，通天刺起3000条，侬陪我个手把你吹掉，6000条动地分好少，3000条通天拖来找，凡事细许到怕了，弄3000条动地不来找，我带侬到中德祠堂去跑一跑，千里我所叫来一道道，青色国丈他公丈夫高，我要侬了众人面前来跪倒，
我在高发农着女头脑，推着毛昂色是金丝毛，关上门来做钢烤，守着大家心火毛，关在农着西瓜雕，农子好，日里严家8万套，夜里厕所在破庙，东南西北四次漂把奴到土路，农个4岁命啊了。一个看在比我好，看上项目发花头。加上35几瓜掉，笼子毛毛我知道，简称一股蒋姥姥，椅子王毛毛，前面一往上不2只毛，笼子连片玉大头，还装了一只王毛毛，阿里为边青丝毛，阿里为边青丝毛。叫他夸女小姑拉毛，弄得我铁林儿所叫呀桥上姑娘究竟老，我这不是金丝说不掉么，大家都来呼我掉。农这不是金丝毛，我更是真正的说破你吹掉。侬眼睛不要脸，嘎嘎，侬坏我一扎黄毛啊！侬偏身不要脸，对对，坏我一扎宽腿腿，上家不要脸，等等。还我一根团钢绳，腿皮不要脸，早早还我说不你吹呀做钢丝侬叫我靠嘛，侬想跑来慢慢叫30步，侬这有点都过我不是我旁头哦。侬委屈尽讨不到，要我上门向我讨，侬想拉不掉，还不与我去讨不。嘿嘿，姑娘想来为人好，侬是不是要一个一招？桥上的往10年老，侬真为宽风石头做好了，侬是有田有地成富豪，有道有理才我高，自古道婚姻要良好家也好，为啥鬼鬼祟祟啥可抢？说刚是农叫依靠，想我是农上门讨，今朝哪个我不高，我的那道中家之当去开呀叫，姑娘们，姑娘们。县令为说要好，我不该上一个圈套做钢口。姑娘啊么侬好比马扎乌鸡风风上，是不是让我这一招？姑娘今朝把侬吵，荷塘要不要做钢烤？各自教训不算小么，荷塘再不管做钢烤。坏侬真白与破刀，荷塘再靠脚本侬还掉来人的10年了，我个女的喏，送死不弄断送掉，我出没对侬想到，3的人生万事叫我还想问侬讨为10两头啦嘞，20的人子发来找，中家是当农去呀跑，笨侬，过来，过来不动。
来得你就去不得了。啊，王彪，谁张德相当多，万万柳眉似木毛，古青丝似马钩，细细生要赛女的哟，背头一款13文。为谁一哭，落趴笑，你是追进了湖上了，四大金刚一数到
乖，帮我到子路寨啊！我王家四大门第高，我去句句高的报。他管心事扫场门，被他监管去送瓦牢。大官高，半子桥，他啷给我立就我嘴上头。换上3年最冲就叫他一名引导。王彪，谁？吩咐下去，张灯结彩，摆酒设宴。哎呀，去嘛！啊，大爷，我也娃。哦，你为与我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他在湖里，他在水里，我在湖里啊！哎呦呦呦呦！你讲。是。杭州城里吹不巧，他爷的名声都太好，称人称你是黄老虎，一见你只就吐了泡，可是你当心思皮，不许他嫁了你才要杀一看。大爷，啊，许大姑娘，独行公子望天宝玉，天上不少一知道举子斯文生老人，送多撒花呀草真心体贴度人生。大姑来多强儿，你说当我不万岁，你说骂我不微笑。哦，你这也这样好啊！你要怎么行了？来，文王彪，问他。是。常言道，眼见事实，耳闻为虚。你要是不信啊，我当今的看啊！哎，别！大爷，你当的不够香。干嘛送来过？大爷，你往日的护卫到哪里去了？我不能讲啊，女人啊就喜欢这一套。等弄到了手，再做道理。去！哎呀，亲妈！啊！大爷，我与哎呦，先背他后讲话，先讲话后背堂，先背他后讲话，先讲话后背堂，先背他，先讲话，先背他，先讲话，先讲话，先背他。姑娘，你讲，你讲，哎呦我的妈！许他家境虽不好，
知道，正月15出远门，归路一定会遇强盗。正月15出万岁，海上一定会起风炮。长山要落花家城，孤湖要断土木桥，马蹄中年长爬草，草要被天火烧，生女长大要轮到，有轮到头要进苦庙，成亲更是不得了，新郎是头婚野花，手家吹进我到山上，救命送掉啊！大爷，真的这么犀利呀？哎呀，死于心怕成啊！不见你，一我之间要等明早。明天你再爬上来迎娶我啊！哎呀，是，哎呦，哎，今天啊，就在东石房里留宿一宵。我的孤身来爬，哎呦，我的杨文，我陪你嘛。明天我就是你的父母成了，谁要他们们还是让我回去。没得关系，今晚啊，就在我妹妹房里留宿一宵。你妹妹是啊，马上老好了。她妹妹心生得强，常在彩云才高香。那一年我曾经托人来做工媒，那黄老夫他从中将婚事来做了，想不到天下是竟有这般巧，今为相逢才今宵。姑娘，你快哭好啊！哎呀，怕有些不便。有什么不便的？明天你们就是过生了。王彪，谁上都是送徐大姑娘进入小姐的闺房。送徐大姑娘进入小姐的闺房。哼，小姐呀，你我知道是国皇殿堂长生，我们都是势利人，那天些称颂以来，当知小姐一片心啊。有年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桌是文内事，相公你何必挂在心？
娘亲啊，自从我父身亡故，又遭他祸扫家门，母子谋财取胜，家贫挑水过光阴啊。那一日天荒桥边翁婿位，路上迎声多太冷。深深我天不平地不平半天落雨半天晴女婿家房挑水马，有骑马来有乘。他回家找来我娘亲必先推说要拉婚，怕只还是该受应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启禀父神，琳琅挑水生也苦万分，你问上死生难待人。
小生领会了。今夜三更就不上呀。就是三路桥是省道必经之路，你我男女同意，恐遇不便。哎，你看太阳已经西下，你我不鸟到而已，是此真好。流
人家嘛，总归是富个人家好。我要拉掉这门亲事嘛，伊呀一定会得答应的，让我喊伊出来。姑妹啊，娘来了，海梦呀，是来了。看小八卦您称用，您笑还美，傲西风。母亲身上女儿反复，我个心肝宝贝，起来起来，等我受冻受冻。谢母亲，女儿告诉了。阿侬，做娘的几天没看到侬下来在，侬个面色为啥会得介难看？可是一定有毛病懂在，快点请医生来看。母亲，女儿无病，不用请医。啊，阿侬我看侬面黄几岁少，金牙人。
骑过一马配上我，娘啊娘啊，婚期非要杀人人家讲没有啥个关系，又不痛又不痒，那婚没又不能让做出来的，可是天下痛啊个呀！母亲先父才在定下情，我不愿丧亲挂儿名，总算我家多平安，我家父官员同财平，哪怕他风骚四壁月当灯，哪怕他日夜扛菜儿官员，母亲一旦那婚要锁门楣，怎为老母心下问？我还无怀里讲明情，侬就地地靠在林，我眼看侬到婆家去请我，我怎样对得起侬老母亲？为了侬个肉宝贝，我托哪个娘舅神山林。东当厅，哎呀西当厅，当厅的父王人家有一门，就是富帅马家门，马家一门三举人。长子名叫马东金，次子名叫马东阿人，三公子名叫马东兵，年方二居在八层。与阿内是同年同月同时人，上得来是西巴滚长微微胖胖，人人等等，圆圆稳稳，还是辛苦个父啊举啊人。等侬阿奶来配人婚，第是灯笼呀五次人。再讲有么举人过上高官运，上月买好生啊一生。侬上月夫人三位定，举人哪闹得稳。阿奶呀，侬到搿种介个人家去做人，侬讲诚心是不拉诚心啊！我到他家三居人，哪怕他身体恰上中退命，荣华富贵不足见，是他难同女儿心。阿侬，为人的姊妹总要有财有势，有得吃有得穿。侬家到马家去买娘，拨侬想想是多少个威风啊！那公公名叫马西光，又要人里啥功劳呀如真啊郎，年年产业七千当，大礼包
是侬，阿妹侬也只好分要采嘛。侬到仔细想看，搿种介的人家是啊风绣花马家负亲人，2岁孙女早一份。马家是放高里盘穷人，强雄霸道在富山村，家地短条都村，靠在血血百姓，上代祖先太出德，下代儿孙难操生。阿侬，搿地条都村是没个，伊拉青菜是重青，青金是青青，凉菜是大多，凉金是小短，搿种家是两人人家呀。同是这般穷贵，弄出个冤啊姑，啥什么是搿段地来条路程，当从里来搬穷人，家长纠结行人心，将本就里是真经。要晓得啊，当个知人不会得算金山银山要用人，像那个穷鬼五月林，一问人家把关情，有道是吃不穷来财不穷，百岁不生要一世啊平。母亲常言道，人虽思远莫放分，娘苦记当年生受我家恩，记得公公不增放，弥补天官还朝廷，想当年富亏王娘要分咱独生公平来报本，上帝无家恩在心，我身家也能到至今。虽然是我的去世家道明，要令他立志同上进，而信他龙奔千岁地梦是神，定能上青云。哎呀娘啊，于是上需要上四层，莫做旁的妇女赛龙四龙到那娘房恩在，吴家的恩妹我老早就报过了呀。伊拉屋里向天火烧的辰光，我也差人送去东西发烧，白米一顿么黄豆5升，棺材一旁么稻草一担，外加铜钿不干。啥人晓得个穷鬼发酸，就是要伊抬婚媒，也不要伊白抬。我诚心送伊银子200，送到里浪向讲媒，也蛮讲得过去的。阿喏，娘不侬想想，是多少个威风？阿喏。
年起是谁分拉的？娘家奴，哎呀，塞不得，塞不得，说不外皇是非不推，女里草布度假期，算是高阶18里，金银碎石样样有，我最家奴，总之我闹2、3、4，十里个红枣娘啊预备，啊侬应该听娘啊你。这里红枣家园，我深深感谢老娘啊，不过一朝的女儿里，家长陪送不鸟领，我不在乎谁平安，光靠爷爷传兵，一旦金榜中会，谁呀母亲要算知道嘿，你的马家起主人，十里红枣娘答应，倘若要到吴家去，跟那个穷鬼吴啊鸟领，破不得大操心，拉是贵人娘不拉坑。想要女儿到马家嘛，是的是有了东山神西山。啊侬王啊要到吴家去咩？是啊要到吴家去，那么吴鸟领的人，侬有不有得看见过呢？女儿做不财富怎能见得？吴鸟领的人侬没看见过，祖娘啊到来了城隍庙里老早看见过。啊侬啊一生当白发天位，先过这东南古代，代代里乡人万块，做东里乡为抗安菜，走一步浪漫多来我一块嘛，走2步盘菜这大。我一杯大户人家去讨讨，小户人家去讨得着有得吃讨不着肚皮只好饿起来。夜里想到郎庙角落去安在，东南泥布什么穿花带，不说来东打靠北嘛，谁说鼻头生郎给母亲，洗手皮是什么东西？洗手皮侬不晓得，洗手皮嘛就是洗手为香的稻草啦。一捆捆到半夜里，还有三样我拉宝贝，侬当啥个我宝贝？不是为得对当对，穿动不出两行为，跳蚤我来整理。皮肉我得快当快，要起作业嘛就跳开。侬先把皮肉我翻拉起，侬为啥要跟讨买配母亲娘啊！穷到底，富的哪有富到底？相公他会才子从才赢，他苦苦总为娘啊，年纪活到半不相信，从来没听到过穷人会得翻身。穷人翻身过来
扬州与故离分近，我父未必要拉红，二小姐本是严错女，她在八卦台上夫妻比李文进了，李梦真了。哦，你到娘家不晓得，伊那么是为反省的呀，伊那个心性的好，伊那是通通心理。李侬当是啥个李啦？李是大吉大利个李呀，所以侬为得反省呀。侬个男人心啥啦？侬个男人心五呀？五是侬当啥个五啦？五是马哈铁铁个五呀！五月令，五月令，五运阿拉头顶心，主管没明白反省没问。那个男人啊，一生一世都会反省的，要反省啊，做娘个倒可有一比。母亲，你将他逼走何来？阿侬。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咕啦啦，眼色撇开变黄金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天是花开结东林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毛着脑头到生根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浪漫催我三春心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烧酒饼里出东啊生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阿蛋铺路到南京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来福的姑娘到北京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龙康好处都传人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黄雀出个变麒麟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五句吞口变哇啦声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白相铺给放了司机牛鸡为外问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李云啊，多大屁股个山啊头顶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东洋大海就会啊人啊！只要玉林转翻身，啊，来福的姑娘到北京啊！只有一切要容易哪个男人会发生，躺着一切到要发生了，今生今世难翻啊！母亲她话是刚正，是诚心。世上哪有这种情啊？不美男人心太浓。为病堂上老娘亲，常要女儿到马家，是非是欲望他的来做指换人。常要女儿到马家，要王母娘娘来请红尘。常要女儿到马家，要28岁来应聘。常要女儿到马家，要惊动玉女来点红灯。常要女儿到马家，是她经常来做抬轿人。常要女儿到马家，喜娘邀请观世音。常要女儿到马家，在里邀请吕洞宾。常要女儿到马家，要祭天他上来做戏文。倘有一件判不成，今世受相儿不门。
就通报马公子知道，叫伊督大家庭，将侬个人好比老鹰大小，这个四路偷电，你啥个落拖到我家去，弄到快快的娘个眼神！哎呦，我气都不能气死对了！娘当侬好比是掌上明珠，娘要侬嫁到我家去咩，也是为子侬好。侬要是不肯去咩，娘也不要侬硬去。弟弟
一旁宽恕。是啊，娘。我见娘子心怀情，娘子见我生怒气，我回头再看我眼睛，看见他背着东来年少心，堂上大人把我下眼看，谁得我面红耳赤把头低。只怪我当初做事错，我只得随碰风转去赔啊，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哎呀，交错了呀！相我与秀英虽是夫妻，恰尚未成果连理，他们还是一位千金小姐呀。我理该称她一声小姐才是，小姐才是呀。啊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哎呀呀，又交错了呀！像我玉林今日得中对面上元，他们不是一位上元夫人了吗？我理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哟。对，啊，夫人，下官这厢有礼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我的夫人全体需要朋友设计也你呀，他家造新书口要转，他人心差赛我夫妻呀，来得你我化作枝叶不断见人多见他中八路，他用尽心机也枉然。是今日眉目下有分有是我与你夫妻从此再断缘。夫人啊
心酸。乖的娘，粗心粗许粗配人，配了你，这个为心为你为心啊还。我一人好声好气好言问啊，你恰是恶言恶语恶太宽。你不该不声不响不理，猜你为什么要满手满心满牛拉钻？我自己呀，受苦受难受到今，你害得我可爹可娘可伤啊官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商人，你就该娶一个美的美貌是美人君。出心钻，你看他龙门高跳，他快手平地成来我心慌，你就该与他夫妻同团弟弟是官上团，此情此景在眼前，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终女儿的话娘亲传，使得我一口难相传。受苦若离千般苦，
愿移民，也许他金榜题名中状元，闲饭虽苦尽富贵，你快接梦官呀悲传母亲娘娘亲你无苦来相劝，娘啊娘，难道你嫌饭之事多忘还？苦记得我满月之前为娘家，他逼我是才教儿去才教尊，苦记得娘亲你那日到王家，他精算岳母，我不叫大母还。苦记得拜在娘前将儿当，虽说女儿是福地尊，我受过鸟龄多少气啊娘啊娘，难逃你的不情愿，并非女儿心肠，此事不要你娘多管，他是过多上夫儿不愿，管他上冤不偿冤，有理不去相劝也无用，莫怪我你枉上冤。万请弟弟去相劝，年少无知傻何端，往事云长不思倦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起无受却怨，为无不怪家中事，要劝就你娘去劝。父亲主上娘阿母个喊我，还不会听我，做娘的福气倒霉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她一定会听的呀。福气需要，福气需要，福气
子不去也，夫妻不自干，夫妻。好，也罢。母亲不愿去乡村，母宗常愿也忘这人一生空嗟叹，为山崩去了心愿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让他啥地方去了？我要走上去。哎呀，我上走，我这个呀，我上走，我这个我上走，我这个呀，我上走。刚好，让我去倒倒煤矿，连了原地。是。嘿嘿。媳妇头娘，我个心肝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不要听我，你根本就自家来送的。叫他媳妇我啊给牛，心肝肉哎呀宝贝牛。是我个水心肉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水杯肉，水心水杯都是肉，老太婆杀不得那2块肉，媳妇哈侬心宽宽气呼呼，演得媳妇来听不。从前太亏侬，那为伊今朝配菜是来盛餐，侬看伊亏到西，哎呀亏到东，西裤头亏得是红呼呼。媳妇侬三分不离，伊是常人不做要去和尚做。各种手脚严丝高啊，侬颜良媳妇最好结了个，听从婆婆接风官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，为平年迈老啊婆啊婆，你何必苦苦相劝我？夫妻不思结缘，为我不明不白受折磨，折磨媳妇传重病，幸亏你婆婆相救养我。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和，只好过问你老婆啊婆。媳妇侬是颜良方针女人来过，夫一头来了2一头，千错万错是阿林错，我婆婆对侬做不错。媳妇侬今朝夫妻和，我一家团聚是老阿婆。媳妇侬啥不肯夫妻和啊？我个问人家要结果，竹林有谁要谈论，王家后台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节婆婆，谁下凤冠夫妻和啊？哎呀，媳妇啊，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我情愿地坐端汤在王宫一情愿地坐端汤来奉
天何梦啊？自比侬长远归的气人啊！出呀，母亲，原来是天子门生，凡是预备亲弟弟辛苦上了。怎么是娘子下跪？啥个天子门生辛苦长远，老婆都要认不得罪，想不得的呀，死不得的呀！亲家后当摆得酒宴，亲家请。